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9月25日暗新闻，我是朱英晓。咱首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加38000外的本土比顶礼拜较减，第三批78万剂的 Moderna 新配方疫苗有望会送到台湾。受到风台外围水开含东北风影响，宜兰山区变大雨，20外台车掉伫沙洲，落尾60外人拢平安救起来。联合国大会当日总辩论，昨日友邦支持咱加入联合国体系，不过中国讲台湾自古是因的，咱批评因的历史拢黑白讲。咱先来关心疫情，国内加38785个本土病例，34个染病死亡，阁有加4个囡仔重症，拢是 Miss C。昨昏11个县市开始做 Moderna 新配方的疫苗，目前已经做4000外人次，而且第三批78万外剂的 Moderna 新配方，伫永暗也会送到位。今天的次世代莫德纳只开放到65岁以上长者或者是。排队排真长，看无真棒。新北市伫中和这间购物中心的注射站，礼拜下晡专是来自疫苗的民众甲囡仔。这先生来自头一剂的对家剂，离第二剂已经过1年啊。隔了1年再打第3剂，主要是为了出国吗？不是为了出国，主要是为了工作。工作的话，感觉没有3剂的话，好像不能入职之类的。注射3剂，切头路可能比较袂受影响。另外，至少做2剂囡仔有较强的保护力。不少老人烦恼讲，进前所做疫苗对新变异株的保护力无够。第2甲第3剂对家剂是莫德纳次世代相隔疫苗。现在 BA4、BA5 很流行，就是传染力很快。那现在唯一能够比较接近的就是 BA1 次世代疫苗。疫情指挥中心统计，次世代疫苗2日开始自头一天，全国这县市总计注射4469人次。另外，今年采买第3批次的次世代双克疫苗78万7000剂，会在25暗时到台湾，后期到2023年的3月28。另外，本土疫情25新增加38785例本土个案，比顶礼拜日下降1.4%，依然是以新北8016例上多。确诊个案新增加34例死亡，新增加4例囡仔重症，拢是 Miss C。病例的年龄是在1岁到12岁中间，其中12岁查甫囡仔捌做过2剂疫苗，为着了后变重症。就医诊断疑似 Miss C， 并急性肝炎住院。那目前使用免疫球蛋白等药物治疗。对着最近各国家境边境的开放卡步，入境日本必须要提出72小时的 PCR 阴性证明，也是以注3剂疫苗的证明来代替。不过，承认的疫苗无包含高端，指挥官王必胜伫面册讲，已经经由各种的管道向日本来建议，以平等互惠的方式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入境0+7，上紧是10月13日实施。国内2万外间的防疫旅馆可能就用袂到啊！业者讲要变转来做一般的旅馆，爱先准备，希望中央赶紧讲详细，也5万会当补助。观光局是回应讲，明仔载甲指挥中心讨论了后，会提前2礼拜来水分明，建议业者会当先准备。旅客在离开清洁人员随入去房内消毒。作为防疫旅馆，这是一定要做的 SOP。只是边境将开放，入境0+7最后阶段唔免去隔离。英医专台2万4000间防疫旅馆面临退场，也不过有部分的业者高单也是唔知要安怎做。针对防疫旅馆要改变的话，那必须要给我们点时间。13号开始的话，我们也希望政府的公文能早一点通知我们。上紧10月13开放边境，关岛政府配套也无明，防疫旅馆未赴转型，因为除了环境要关守通报卫生局，也爱找回所欠的旅宿能力。中性连接上少也爱半个月，业者烦恼一定有过渡期，希望政府补助。旧的东西稍微做一些更新的话，我想呢，用40个房间来算的话，没有2000万是不可能的。政府在这个地方应该要提高这个比例。很多的旅馆它都会造成人力的不足，整个阵痛期可能将近要1个半月到2个月。旅客入境0+7，照新版防疫指引，会当选住伫一般旅馆。万一外国客突然确诊，要安怎处理？敢有打算保留部分防疫旅馆，协助确诊者隔离？业者拢唔知要安怎办，只希望细节指引较紧公布。
指挥中心会在就是明天会赶快会来跟我们开会来讨论，业者其实可以在策略上面，或者是说在相关的一些行销作为上面，或者未来的一些推广作为，可以事先做规划。随着入境检疫旁量，观光局表示，相关配套措施甲指挥中心伫日讨论了后，会提前2礼拜公布，也建议业者会当有先做准备，恢复本业经营。记者综合报道。第77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搁咧进行，已经有10个友邦拢替台湾发声，呼吁互台湾参加联合国的体系。不过，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是讲，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咱外交部甲陆委会也批评中国是甲历史的事实黑白讲，这也是为着暗藏因最近伫台海起空的行为。Why do we not encourage peace and secur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By, among other things, permitting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specialized agencies of relevance i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such a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友邦沈文森、吉格瑞纳丁总理强萨福伫第77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上倡议联合国体系接纳台湾，以利维护台海和平。本届联大总辩论自20开始，包括圣罗西亚等10个友邦声援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不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伫会上讲，台湾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呛声任何阻碍两岸统一决心的人，将互历史交脆。这会是荷兰国的外交部陆委会会议批评中国扭曲历史事实，暗藏中国最近伫台海野史的作为。中共刻意误导国际社会，对外散布扭曲事实、充满谎言的一个中国原则、历史权利，企图合理化其对台主张作为。我政府对此强烈抗议。台湾议题以外，将做这摆联合国大会的焦点之一。美国总统拜登头一摆提起台湾，再次表示一中政策。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欧盟支持海上安全，也支持台海稳定。随着这2年。中国受到国际社会共同的指责之后，其实越来越多国家它开始思考，不愿意在这个受到北京的控制或者是压抑。未来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参与，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可以不用再在意这个中共的压力。专家分析，去年美国为首针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内容，讲敢有包括台湾值得讨论。这互北京一直以来讲法有变动，所以王毅才需要伫联合国会上对此表态。记者综合报道。今日透东北风，气象局针对这方面的宜兰山区发布超大水洪特报，台东乡有20多架车掉伫山洲。搜救人员甲民众所开去山顶，引导因上花，佮有出动怪手来载一寡受困的民众，60多人拢总有平安救到。就算天公伯也无斗相共，宜兰清水地的礼拜日游玩游客真侪，大家拢兴趣刺刺，野河山嘛要煮温泉卵。受到东北风甲对流云系影响，气象局针对宜兰关山区发布超大水洪特报。宜兰这个地方在过去24小时累计的雨势，最大是在南澳乡的西茂山达到549毫米，只要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500毫米以上，就是属于一个超大豪雨的等级。另外可以看到，在大同乡的涵溪也到达大豪雨355毫米的这个累计雨量。位伫这方面的宜兰，雨一直落，也予清水地的水岔流。另外，台东乡有民众报案，看到20多台车，但约有数十个人掉伫溪床。早起佫有1台车，予溪水冲到溪床顶，真危险。台北的民众目前溪水暴涨中麻烦请待在原地，确保自身的安全。8点50左右。8点50就说他们出不来了，就路边的游客报案了。就烦恼有危险，搜救人员先引导部分20多位受困民众提往山顶悬的所在，佮协助因用行的上花。另外，一批有40多名受困民众想要等水退才撤离，也毋过因为安全考虑，消防人员决定先用怪手救援。怪手载着民众慢慢渡过岔路的溪流，总算将所有人拢平安救出来。负责管辖的劳动林管处表示，这个区域并不是管制区，游客进入无特定法则。也毋过官方早有设置危险告示，无建议民众前往佚佗。记者综合报道。陆委会主委陈吉仲
和蓝牙指控讲，伊伫2012年所做125万的研究案涉嫌抄袭，小强中和的比例有22%。但佢中回应讲，中和的比例干那3%尔，会牵底互调查，呛蓝牙是要甲白部年甲学。这3%如果扣掉我们所谓自己制作的图表以及有相关的引用，就微乎其微的，没有所谓的任何的疑虑。但佢中强调讲，蓝牙所积极的中和比例甲抄袭，拢是咧无赖造诣。无论是农委会的研究报告，还是伊发表的学术期刊，拢总会牵底检验。期待蓝牙用同一套的标准来看所有的政治人物。选举剩2个月啊，各党拢在拼场造选。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去宜兰，用执政的成绩来诱票；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也去到新北，每日赢拢是甘会无天，用造恶的方式来选举。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德是替黄珊珊徛台，哪力拢批评来争取支持。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到宜兰为县长参选人江聪英徛台辅选，希望会当为国民党手中摕回县长宝座。蔡英文也特别强调，明年总预算创新悬，就是代表民进党执政照顾弱势用心。尤其是照顾咱的囡仔、照顾老人、教育、租厝的补贴，这个款的经费也是历史上上悬，就是讲咱的政府对咱的社会的照顾。是上历史上最好的一次。另外，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到新北市为议长蒋经峰徛台。虽然新北市长侯友宜先离开，朱侯两个人无共台，也毋过朱立伦也是伫台顶为市长侯友宜辅选，也个批评民进党选举破坏色。民进党啊，这个搞抹黑有抹黑的人才，搞抄袭有抄袭的人才哈。我们国民党只有好好做事情的人才。我们国民党会用这样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不会用这种虚招或者是假招，或者是抹黑招来选举。兼民众党主席的台北市长郭文德为前副市长黄珊珊徛台时批评蓝绿。人家开玩笑说民进党的选举会用没有上限，手段没有下限的。国民党毕竟还是100年政党，你知道有一句成语叫什么“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你知道超越蓝绿不是消灭蓝绿，而是让蓝绿可以在一个社会当中和谐的共存。郭文德也讲，过去主办安迪的反应无法度监督，但市中只有高方案有法度，也有有关民众党新北市长选战的意思。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连假时，台铁因为灯号歹去，火车大慢分，影响7万多人。经过调查，确认是电力回流系统无平均，搁有灯号电线后去所致的。经过修理，即卖已经较无问题啊。不过台铁产业工会工会认为讲，即届事故拢是因为长期欠卡手，搁有技术传承出问题啊。并高度和谐声音一直弹，铁机动，起路也无啥正常。中秋进前，台铁花坛到园林中间的河是故障，火车伫中秋连假大5点，3天影响7万名旅客。台铁2号公布故障的原因是这个区间电力回流系统无平衡，列车经过时电流产生的干扰波增强，加上河池的电线老化造成抗干扰波的能力衰减，这2种因素造成的。干扰源的部分已经稳定下来，那对于波形的部分，我们再把它修复为比较合理的一个方波，那让我们的系统安全可以去辨识这个波，就是有车子跟没有车子。除了事故当时抢修甲修修设备的补强，台铁也去找各区内铁道技术团队来进行相关的重建工程。经过2天的观察了后，干扰源已经稳定真多啊。不过台铁工会认为，这事故后续维修也凸显台铁长期能力不足，也有技术的传承出现问题。如果说我们还是必须要向外求援才能够找出问题的话，这不才是台铁最大的问题嘛？人力的部分做盘整，那过去长期不足以及传承没有做清楚的地方，这个才是台铁局在这个事故之中最应该要做的事情。台铁局特别讲，今年大量导入新车甲电务智慧化启用新设备等等，互原系统负担产生变化，会启动专案的研究，对着电力甲后置系统做整体规划。不过工会批评，将做法显示，台铁甲交通部相关也未清楚，台铁应该做是清点人力，加专业技术留伫台铁，才有法度对根本来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噪音的污染是台北旧年互人上值检举的公害案件，尤其工程造成的噪音占上侪。另外，车辆造成的交通噪音也真严重。
不过开始用声音翕相掠违规了后，民众申诉的比例又降13%。这是台北市上山区塔油路面看，经过车较少，车速相对较紧，互部分的民众感觉较差。台北市政府伫路边设立声音翕相处地噪音装备，即要经过车互测到车费86分贝，就互罚1800块到3600块。另外，互处地车辆若是发现有改装的情形，也会到警察大队去做检测。110年跟前一年度来比较，民众对于车辆噪音的澄清数大概降了13%。那可见这个地方对民众来说，它是有一些相关的成效。由这样说法开始有成效，台北市立原本的8个固定甲2个移动处地点以外，9月不再增设2个固定的处地点，不过有固定点边仔的徛过民众讲，车看到头前路段竟是把会开较慢的降低车声，不过过了后又开始在做噪音。知道的人他会放慢，不晓得的人还是一样那么快还是警察在执行比较有用。包含交通噪音，台北市政府统计上电的防申诉的噪音污染，也是各种工定的时间。比较多遇到的是夜间的施工，这部分我们当然是希望施工单位可以尽量的禁止或减少。不过，如果说这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透过一些噪音的防治设施，或者是时间的控制，甚至和附近居民的沟通，来把这个影响降到最低。除了台北市政府各局处的各项时间，环保局也建议尽量抹伫暗时时间，避免工程噪音带予市民困扰。记者自鸿报道。台中有真侪港口，不过逐年拢会发生船漏油的事件，污染大海。环保局为着阻挡这个污染扩大，加强应变，即马和渔民合作，训练应用渔船甲水上乌托摆来救索甲这个油的污染炸落来。据报，台中双碧渔港内底有船只漏油，渔民赶紧出动渔船加水上乌托摆来卸炸油所顺利围堵这个污染物。加在这次是演练，台中市有1个上港、6个渔港，也有真有名的高比湿地。根据统计，每年发生1件到3件海洋污染的事件。环保局为着强化应变能力，25决定甲民间单位签署合作备忘录。如果船只若有的部分，现在就是要我们舰队这边以我们的整个操作拉燃油手跟燃油绳来做一个初步的不要让那个污染的面积扩大。所有油污染事件、海洋事件都是在气候不佳的条件的时候，所以这一次跟这些民间团体来合作，我们也来测试，在冬天这个季节比较差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动员，怎么来拉燃油所。为了纪念今年的世界海洋日，现场举办净滩的活动，200多位当地民众甲志工，伫强烈的海风之下捡粪扫，最后总共清出310公斤的粪扫甲回收物。真侪家长竟然是带囡仔来参加，当作是上好的环保教育。垃圾袋，有垃圾袋，生态环境的一个爱护，然后大家一起可以尽一份心力。台中市府讲，每年有几啊百万海洋的生物受到海洋废弃物所害，包含鱼网甲塑胶粪扫等，有8成海洋粪扫来自陆地，船只漏油更加严重影响生态。官方希望甲民间紧密的合作，共同守护美丽海岸。记者综合报道。儿童福利联盟公布今年3月底到4月底，台湾的各高中生食食习惯的调查，有35%学生因是伫外口食暗顿，而且有超过一半用点心甲饮料来代替暗顿。甲鸡鸡腿饮料当作正顿，儿童福利联盟调查各高中生的饮食习惯，发现囡仔食食无健康的比率加高。可能平常在学校，因为不能上课时间不能出去买饮料，但是有外送以后，可能因为配合社团课或是老师也想喝，就跟学生一起订。疫情开始，又加上越来越多外送的平台可以选择，所以胖了快10公斤左右。根据福联盟调查，高中生上食买是手切茶，另外有3成5的青少年暗顿拢食外口，其中超过一半是用点心还是饮料代替正顿。这个调查期间是今年3月底至4月底，对象是全台清挂学生。结果显示，超过3成的人，逐礼拜拢叫2届以上的挂送。福联盟认为，疫情加上学校开放挂送平台，拢增加青少年搁较食高油高糖的机会。
那这2个东西刚好都是导致肥胖最重要的主因。那如果是高糖的话，基本上可以让我们获得短暂的满足感，而随之来可能会有注意力不集中而且嗜睡的情况发生。营养师表示，教育世界到学校做体位教育的经验，发现台北市学生大考肥的比例较悬，建议家长要提醒囡仔避免高油高糖的食物。挂上杯台嘛，应该主动标示热量、糖分等等资讯，让学生做判断。记者伫台北台北采访报道。北韩伫台湾时间透早5点53分，向因东边的海域试射一粒飞弹。南韩预测讲，这粒是 KN-23新型战术弹道飞弹，飞600公里。这也是南韩总统尹锡悦伊上台了后，北韩第5届射飞弹。美国海军的雷根号核动力航母群23才到南韩釜山海军基地，准备参加26在日本海附近展开的美韩两军联合演习。北韩25早起，继续为着抗议，伫台湾时间早起5点53分左右，伫平安北道台川附近向东边的海域发射一粒地定的弹道飞弹。 유엔 안보리 결의에 대한 명백한 위반으로 이를 규탄하며 즉각 중단할 것을 강력히 촉구한다. 南韩谴责北韩的行为是严重的侵蚀，威胁朝鲜半岛甲国际社会和平甲安全，嘛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因为飞弹伫飞行的时阵，最后出现下降的时阵，有扭起来变动飞行路径，和日本甲南韩推测这届发射的是北韩版本的伊斯坎德尔的 KN-23新型战术弹道飞弹。虽然这粒飞弹最后落伫日本的 EEZ 经济海峡外口，不过日本嘛向北韓提出嚴正的抗議。これまでの弾道ミサイル等の度重なる発射も含め、一連の北朝鮮の行動は我が国地域及び、国際社会の平和と安全を脅かすものであります。また、ウクライナへの侵略が発生している中で、立て続けにミサイルを発射していることは許されません。 这是北韩为6月初5发射8粒地定弹道飞弹了后，计113天搁一摆发射飞弹，是为南韩总统尹锡悦就台了后第5届用武力示威，嘛是北韩进前替核武立法以来头一届试射飞弹。暂时，南韩军方观察到北韩海军伫暂停基地先进南岛的新埔周围有发射 ALBN 箭射飞弹的征兆，对来继续警戒，嘛加强美国、日本甲南韩的合作应对。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 洪台菲奥娜扫加拿大，造成沿海做大水，超过27万户失电。总理也取消参加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关起灾区看状况。放学伫水内底，哪浮哪停，车辆泡伫水内底，海湾附近的面体地基予乌空一半。 军方菲奥娜临时登陆加拿大，毋但造成沿海地区淹水，真侪厝互冲走。强风甲势难，佮破坏电线甲电气条啊，互加拿大2个省停电真严重，超过27万户面体受到影响。 Right now, the priority for emergency responders is evacuations. There are hundreds of people displaced right now. So the first step that's occurring is emergency shelter for those residents who are without a home. 虽然菲奥娜伫登陆了后，已经为飓风转变做热带风暴，不过威力依然无减少。今日世界咱看到，互强风下落来的铁片、倒去的雨季甲树瓦，互加拿大政府对新苏格兰、爱德华王子岛甲纽芬兰各省沿海地区发布警报。纽芬兰的巴斯克港市有讲有甚至是互直接冲走，互市长向无愿意离开的民众提出警告。 I'm going live here again and going to be pretty direct now with people. So anybody that's being told to leave their homes, you need to leave. There's no ifs, ands, or buts. You need to leave. We have crews out, and we'll soon won't be able to have our crews out in some areas. It's just becoming unsafe for our crews.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近日召开记者会，表示菲奥娜是真严重的风暴，呼吁民众爱听地方政府的安排，而且伫未来24点钟内底，拢爱注意气象单位的信息。伊原本要去日本出席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因为风灾一度决定延后出发，今麦是决定取消出席国葬，要赶去加拿大受灾省份关心救灾状况。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 今日食方面的雨势是真大，尤其是宜兰规工拢咧拼大雨，明仔载水气就会减少啊，温度也会恢复。另外，伫咧硫磺岛的海边，阁有热低压来形成，明仔载就结做风台库拉，暂时对台湾无影响。咱做回来看气象的资料。对嘉南到新竹是25度到33度。
对苗栗甲云林是24度到34度。对嘉义到屏东是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是25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是24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